2019年，40岁的徐子珊宣布退出娱乐圈，随即清空了所有社交账号。总之，之后江湖再也不会有姐的八卦。与其他几位花旦因结婚生子淡出娱乐圈不同，徐子珊的退圈更多的是无奈。在娱乐圈15年时间里，徐子珊没少被骂，甚至到她退圈为止，骂她的声音依然此起彼伏。身为 TVB 的当红花旦，她的工作强度几乎一年到头轮轴转。与内地动辄千万的片酬不同，她的片酬其实并不高，尤其是年复一年的付出，收获的却是一系列的恶评，这让原本自信的她也变得越来越自卑，甚至觉得长了个暗疮都觉得是自己错了。虽然在骂声中收获了演技，但演技再好也没能改变大众对于徐子珊的看法。关于她整容的傳聞一刻都沒有停過，每次談及此事，徐子珊在否認的同時都會樂觀面對，從未因此動怒。咩網民成日話你整容喎，同埋話你微調啊咁樣，你有冇因為呢啲事唔開心而要申冤咧？冇啊，你大頭啲唔該。